营建业的土石是会当搁再利用的，不过长久以来，青在出现乌白点甲污染的问题。为今年开始，在营建土石的车，政府要求拢爱按 GPS。不过业者讲，无相关的配套都直接实施，是上过老草。也那款团是认为讲，合法清运、追踪流向是早就要做的代志。互人违法偷污沙石啊，搁囤积营建土石荒，美浓大劫个案引起社会关注土石荒乱弹的严重问题。因为土石荒互看做会当搁用的物质，由内政部国土司管理自今年元旦起，载运土石荒车辆爱装 GPS， 以电子连带新保障爱流向，阻止恶心业者违规，也毋过建筑业刷叫苦连天。贯起合理，只是政府没有把它整这个配套弄好。这 GPS 你现在，比如有10万台的车，才准3000台，90%几的车都不能载，我们怎么办？装的速度太慢了。对，你再基本上把它装个80%、60%再实施。不动产业者强调，毋是无要监管，而是政策想向公上路。也毋过捌担任过立委的监督市政联名调集人单焦化指出，立委任内都极力协调爱立管，才有可能将爱流向，避免土石四过乱弹破坏环境。伊质疑，那业者抗拒管理，敢是代表无关于合法清运的？跳脚是没什么意义啊，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啊。那跳脚表示他们都一直乱倒啊，或者是处理不当，不是没有啊，只是价钱比较高而已啊，只是他们不愿意进去处理啊。有业者私底下表示，即马部分土资场收费根本就是乌白划价，计价划价真无合理。像去年底大寮国小跑道中间挖出来废土，迄当时拄着处理费起15倍，废土才会当先放伫学校内。土刷起伫遐真正是高不离三种的吼。国土处推动的土石荒管理新制，业者批评配套不足，造成因着安尼停工增加成本，高时阵恐惊会转互买厝的消费者。国土处有关表示，政策方向大概拢未变，也提企划方式，短期会协调国营土地无利用的工业区来暂时放，中长期是希望地方政府会当兴办公有土资场，也是土荒调度中心，务实解决问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